日約翰5第1節嘅亞嘅安樣講到，每日一人相信我，耶穌係基督，都出世從上帝裏的。咪意思，每人信任耶穌基督係嗰個上帝，即刻就從上帝裏出世。日約翰5第4節，兩種人從上帝裏出世啊！打贏呢個世間，透過自家嘅信心。嗱，自家世間呢喺度都係唔係咁容易，世間要各樣自家去對付，行下先廠自家去對付，自家去做自己嘅工作，譬如自家做生意，肯講對付各樣嘅，自家去對付嘅，也行先廠自家對付，肯講要問題，要痛苦，要煩惱，要逼實，自家去對付，但係。上帝嘅話講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就從上帝裏出世，透過自家嘅信心打贏呢個世間。嗱，自家這樣人係相信耶穌基督，自家叫做自家嘅信心能夠贏呢世間嘅問題，贏呢世間嘅痛苦，因為到咩呢？上帝要嘅統裁，上帝要幫持自家，上帝要照顧自家，自家唔為受害者。祝福大家，阿門。